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3月1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因为武汉肺炎的算长，早起立法院已经通过纾困甲振兴经济特别预算案，经费600亿。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破2352点，跌将近10%。台湾的股市虽然财政部有发声，表现犹原无介好。意大利过去24点钟内做一摆加2000几个武汉肺炎的患者，菲律宾这边是宣布按3月15开始首都封城1个月日。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下晡2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讲，咱国佫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的患者，目前国内已经有50个病例。经过查问详细，这个美国籍的患者真有可能是去互2月24来台湾相找的美国朋友画到的。另外第2批武汉包机载回来361个国民，经过采检，全拢验无病毒是阴性。这当中继续在咧观察当中。国卫指挥中心嘛公布讲，徛名买喙炎2.0第2代，到今日中昼1点为止，有72万人去登记要伫网络买喙炎。咱来听疫情指挥中心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大家午安。那今天我们要公布一个新增的案例，好，那新增1例，是美籍的男性，好，那我们怀疑他是遭受到已经离境的他的美国的友人的感染。2月24日曾接待4名来台的美国友人，其中一对夫妻有1人于2月24日出现冷战、咳嗽、疲倦的症状。另一人于2月26日离境后也出现症状，那且该对夫妻在美国的家人于3月10号确诊武汉肺炎。然后第二个可能大家也关心的我们第2批武汉包机返台的361人，我们在采检全部都是阴性，那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武汉肺炎对各行各业的算长，早起立法院三读通过纾困甲振兴经济特别预算案，600亿的预算1到5年都无减掉。是讲南军这边的立委咧批评讲，这回经济上遮重，600亿免好搞，随时都要按算会阁增加。张创文总统伫咧国家安全会议嘛有指示，按算就会另外调度400亿，要准备大升。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因应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冲击，立法院会13早起，伫立法院长游锡堃弄推之下，真紧通过特殊传染病肺炎防治甲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案。专案编列600亿，经过3天联席会议审查，甲礼拜四党团协商之下，朝野达成共识。无删减冻结预算，也无保留提案。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现在不管是在他们的设备，还是很多的一些紧急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要赶快通过这一笔预算。防疫超前部署，预算必须清清楚楚，而且要用在刀口上。纾困特别预算编列600亿，其中防疫补偿金18.2亿，以及20亿作为振兴抵用券。民众应用伫食饭、上款、市场消费，也有补助艺文场所消费3亿。不过，姚南亚立委认为，疫情继续重创全球经济，甲国内企业600亿根本无够，应该要有随时扩大预算的准备。12蔡英文召开国安会议，只是除了原本的600亿以外，超前部署，各动用其他基金，各投资400亿。如果连总统直接的介入，那院长的角色就更不见了。因为照理讲，你今天防疫中心的升级，应该是行政院院长或副院长来担任总指挥官。不过，姚南亚立委批评，总统直接介入超过权责，反倒带予行政院长甲疫情指挥中心失去功能。记者综合报道。顶几日咱国内有新增加3个武汉肺炎的患者，拢是捌去过欧洲旅行。但医学专家就咧建议讲，外交部针对欧洲、美国旅游的警戒，就要提高起来第3级警告一坎，甚至若对遐转来的旅客，就要互因踮厝内14天，袂当出门。疫情指挥中心是讲，已经有咧研究民众若出国转来，上无就要逐工磅体温汇报，甚至讲外国人入境者就要自费验病毒。国内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数已经有49例，最共有3例新增加的确诊病例，拢是欧洲的境外移入个案。国内有专家认为，欧洲已经变做新的疫情重灾区，
建议疫情指挥中心甲欧美国家全部拢提升到第3级旅游疫情建议的警告，而且即卖的自主健康管理措施就会进一步提升，若无就可能会变做防疫的破口。这个自主健康管理的自我要求要更加被加强，就不要随便去做人际的接触。那不是只是有症状而已，因为有些人的症状很轻微，他可能就产生了散播。中国的首席防疫专家钟南山伫几天前发表研究报告讲，伫患者的排便、尿加肺内面发现有引起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不过也是无清楚是毋是造成呼吸道的传染。但是伫咧全球公主号邮轮顶有将近2成的乘客被感染，一个香港的孔美楼社区传播，就可能就是通过排气管或者是水身躯的莲蓬头传播病毒。对此，咱国的专家也认为，只要是公家用的物件，就传染风险无排除这种可能性。莲蓬头是属于，比如说家庭内会共用的，或者甚至有些医院，比如说急诊处，它也会共用一些莲蓬头。所以这种共用的物品都是有可能的。专家担心，即马唔但是第3级的旅游疫情建议国家真危险，就连第1甲第2级转来旅客也会严加戒备，袂当互因四过拍走。对此，指挥中心讲，正伫咧研究要求第1、2级转来台湾做自主健康管理的民众，每工爱透过资讯系统汇报体温加身体状况的资讯，这样违规就重罚。同时也伫咧研究外国人入境台湾的时阵，要扩大采检，并且家己付钱。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美国这边武汉肺炎拖无休，川普总统阁宣布1个月内禁止欧洲飞来外国旅客入境。股票市场的反应是真重，道琼斯工业指数做1摆半2352点，将近跌10%落来。这是1987年10月19礼拜迄天到单盘上忝的一日。欧洲嘛相像，病情拖较真激烈的意大利，股市是盘16.92%。影片被压出来，纽约华尔街股市12大崩盘，标普500指数搁再度出动熔断机制，股市暂停交易15分钟。道琼工业指数也落2352点，收伫21200点，落的幅度是9.99%。标普500指数落的幅度是9.5%，比顶个月创下新高点，算起来是落26.7%。美国正式进入熊市，维持将近11年，史上这波上长的股市宣告结束。So really the big concern right now for economic growth would be Q2 and possibly Q3, how long this virus disruption lasts and what the longer-term ripples and repercussions through the oil and gas sector. Now, 欧洲央行为减轻新冠病毒疫情对经济冲击，12公布亲像放令资本反向限制，增加借款个别甲提供银行较低利息贷款者的刺激措施，不过并无甲美国、英国同款降低利息。欧洲各股市被压依然震荡，出现10%到12%落的幅度，创下史上上惨的交易日。新冠病毒疫情参当意大利股市，落的幅度是高达16.92%。Die EZB musste liefern, sie hat geliefert, aber genau diese Notmaßnahmen, die sehr umfangreich sind, ist natürlich auch der Beweis dafür, dass wir eine Krise haben. Und das muss jetzt der Markt zuerst mal verdauen. Ich bin aber sicher, wir werden von den Tiefs auch wieder etwas aufsteigen. 拉丁美洲上大经济体巴西12出现股汇上升，里尔换美金的汇价到史上上低点，圣保罗股市盘中各2摆暂停交易，已经是这礼拜第3摆出现安尼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咱们来看台湾的股市，虽然早起开盘之前，财政部出来发声，不过市场卖股票压力也是真重。台湾的股市开盘大波1分钟内底就超过700点，指数一路走低。8大类股拢总是跌，超过200间跌停板。尾收盘伫咧293.6只，收伫咧10128点，1万点加在高调。国内的实质面基本上还是相当的审慎乐观相当审慎乐观所以也希望这个国人同胞还有这个投资人这个说能够这个对国内的经济有信心。虽然财政部长苏建荣开盘之前亲自出面说明，但各位基本面依然正稳，也强调国安基金已经传好势，
不过台北股市依然挡不了惊吓性的卖压，以大盘331点开出了，无到1分钟就盘超过700点，投资人真担心。赚了一点，又吐出去哈。股市没有这么快就止跌了啦，虽然国外基金啊、顾立雄啊，什么要安抚这个什么有什么措施，越措施出来越糟糕。关基金的应对措施呢，未必只有就进场一项啊，它有比如说像可能必要的时候，它会采取这个净空令啊等等。今日台股的盘面是青顺顺，八大类股差不多拢盘，起的只个25间，有超过200间拍入盘停。宽达股的台积电开盘也盘破2线到272.5块，盘幅是不超过7%。台积电盘上最到8%，鸿海伫咧盘中也盘破70块，盘差不多5%较低。美股呢，目前的一个这个下跌趋势，如果说没有止跌的话，那这个会造成外资持续针对台股来做提款。咱回头看过去，国安基金总共有6遍进场救市。第一遍是2000年3月，台湾第一遍证券交替，国安基金进场护盘。伫同年10月，国安基金佫因为网络危机、国际原油危机，再一遍进场。第三遍是2004年总统大选发生319枪击案。第四遍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最后2遍分别是2011年欧债危机，也个2015年因为亚洲货币波而进场护盘。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当时为甲真侪国家的政治头人拢无地走险。加拿大的总理trudeau的牵手就验出治病，南美洲的巴西是总统的秘书确诊，连总统本身嘛就检验病毒。另外，欧洲的西班牙因为部长去挖着病，所有内阁甲西班牙王室的成员拢都要检验。阁有法国是下当日宣布所有学校即时开始拢停止上课。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到各国的政坛，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因某苏菲伫咧当地时间12正式确诊，目前伫咧隔离当中。苏菲进前对英国登去加拿大时身体无爽快，伊甲杜鲁道伫咧检验结果出来进前就已经自我隔离，目前苏菲当地接受治疗当中。杜鲁道会伫咧当地时间13对全国发声。另外，巴西总统波索纳罗的新闻秘书12确诊，波索纳罗嘛已经接受体检，预计结果会伫咧13出来。Eu estou com 64 anos, se der por acaso daqui a pouco o teste de positivo, né? Se der positivo, o presidente vai ter que despachar daqui, a gente vai recomendar o isolamento domiciliar. 西班牙的政坛嘛同款，并定部长孟蒂罗12确诊，全体内阁成员甲王室拢爱进行检测。西班牙累计确诊病例已经3000多人，超过80个人死亡。东北部的加泰隆尼亚已经封锁4个城镇，当地真有名的圣加道嘛暂停开放游客。边个法国是宣布16日开始，所有学校无限期关起来。Dès lundi et jusqu'à nouvel ordre, les crèches, les écoles, les collèges, les lycées et les universités seront fermés. 马克宏强调，讲武汉肺炎疫情对法国的威胁是一个世纪以来上严重的，呼吁企业和员工伫咧厝内做工课，老大人尽量莫出门。不过大众运输袂停驶。15日市长选举嘛照常举办，法国过去一天增加500多例，累计要3000例，超过60个人死亡。英国过一天嘛新增加100多例，累计超过500例。首相强生12日宣布进入防疫第2阶段的延缓阶段，而且表示民众若是有症状，唔免等提高确诊，就要先自我隔离7天。当地专家嘛提出警告。虽然目前英国累计感染500多人，不过经过估计，全英国真正的感染人数应该有5000至1万人。防疫是一场要长期对抗的战争。I dag kommer regjeringen med de sterkeste og mest inngripende tiltakene vi har hatt i Norge i fredstid. Tiltakene kommer til å ha stor innvirkning på vår personlige frihet. 挪威是萨格较强烈的防疫手段，伫当地时间12日暗时开始，除了北欧地区，其他国家的民众要入境挪威，无论是敢有确诊，全部拢爱强制隔离14天。全国学校嘛关起来，餐厅袂当营业，关制边境的还佫有捷克。捷克12日嘛宣布进入30天的紧急状态，对15个疫情真严重的国家实施旅游管制。若是中东疫情上严重的伊朗，过去24小时佫增加1000多例，感染人数超过1万人，死亡人数超过400人。记者综合报道。意大利这边病情看了也是愈来愈严重。过去24点钟内，做一摆，佫加2000几个武汉肺炎的患者，又佫拍破进前一日来增加的记录。目前病例人数计共有15000几个，致病死亡的也已经超过1000人。
意大利武汉肺炎疫情继续跌拖，就算政府已经下令全国封城，还佫有甲商店关起来等等的防疫措施。过去24小时的确诊数量也是增加2000多例，创过一天增加上济病例数量，免200个人死亡，增加23%，累计总确诊病例超过15000例，累计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Il numero dei deceduti è di 188. Il 98% dei deceduti da inizio dell'emergenza ha più di 68 anni e il 67% dei deceduti da inizio dell'emergenza ha delle patologie pregresse. 首都罗马嘛，因为封城的关系变甲空，冷清清，互人感觉真恐怖。Impressioni sono sicuramente di paura, anche perché non c'è gente e ultimamente stanno sempre più avendo paura, quando invece prima ancora la prendevano con leggerezza, vedeva la gente che girava, adesso non più. 疫情上严重的伦巴第大区，因为患者超磅，地区病医收容量无够，佫直接大爆棚来治疗武汉肺炎确诊患者。Ciao, sono Daniela, sono infermiera in un ospedale di Milano e mi piacerebbe parlarvi un po' della situazione coronavirus e come la stiamo vivendo noi qua. 一个护士家己翕影片发出警告，认为大家也是无认为讲武汉肺炎有遐尔危险，嘛坦白讲目前医疗资源欠缺。伫这个时阵，一批中国9个人的医疗专家小组，载防护用品等等的医疗物资，12到意大利，会甲当地医疗团队交换对抗疫情的经验。记者综合报道。菲律宾这边，昨总统杜特尔特宣布讲，按3月15开始，首都马尼拉封城1月日，所有出入市内交通交通封锁。按算会去影响到1280万的民众，但马尼拉飞机机场已经有真侪人排队要离开，便利商店的民生用品嘛拢烧钱人伫咧买。人伫咧菲律宾的大商是讲，即马上惊就是连国际线的飞机班嘛会冻点。倒转来关心国内上届新的消息。目前按起来，今年还佫有几路的地头，一搭拢有要举办公职人员的补选。早起中选会李进亮主委伫咧立法院就讲，若是投票日，因为着爱隔离，也是检疫店厝内14天的选民，法律本底就是规定袂使出门，当然就无通转票。是讲有律师讲，即届上好是爱设法落去投，才有法度顾全选民的权利。因应武汉肺炎的疫情，袂少活动拢暂停来办理。居家检疫也是居家隔离的人，若是四界拍走，嘛会防处分。不过今年至少有19张地方补选的投票，才会防要求袂当出门的人，敢会当去投票咧。中选会主委李进勇12备询的时阵认为，依法是袂当出门，煞来引起争议。有律师认为，要有相关配套的措施，才袂伤过头限制人民的投票权。中选会这边应该要去想一些配套措施，去让这一些被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人有机会行使投票权，否则的话，这个部分都已经是过度限制人民的权利。在过去2003、2004 SARS 防治期间，也曾经有相同的一个规定，因为不能够外出而不能够行使投票权。中选会要比照2004年 SARS 的情形来办理，全力来防范疫情。嘛强调讲，按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释第690号，并无违反法律的明确性甲比例原则。不过，调野的立委是有无同款的看法。那赢立委希望会当研究用通讯投票，不过立赢的立委是认为通讯投票有风险。所以在特殊的状况，有没有什么样一个特殊的权宜之计？这个部分，我们认为中选会还是应该要比较细致的来做一些相关的讨论。那我觉得通讯投票它是比较大的影响，比方说通讯投票要不要排除中国的部分？那我希望国民党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不要趁乱来处理这个事情，这是大事情。安怎以防疫为优先，阁会当保障人民的投票权？大概是其他会当有通讯投票，或者是其他配套的措施。不过中选会是表示，会阁继续研究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桃园市空服人员职业工会针对去年中营航空的空服人员郭志燕罢工了后，郭卡新刷起予公司改督职务这条案，甲劳动部提出申请裁决。昨劳动部是判决讲中营的做法并无失妥当，另外中营各工会违法要求罢工的期间，一天就要赔公司3400万这条案，劳动部是裁决讲，那这就有影是打压罢工咯。中央工会干部郭志燕因为伫咱群组内底讲要甲罢工偷走去的空服员骂甲臭头，佮有伫技师的食物内底加料，互中央抬头。
过几天向劳动部提出无同的劳动裁决，结果伫10日出来，劳动部裁决委员认为中央抬头毋是不当的劳动行为。过几天伫面册发文，讲已经知影劳动裁决书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关心，嘛透过工会表示，要和工会干部和律师讨论后续的代志。我们这边有跟当事人的那个律师讨论过，那后续应该直接是他是说他不会放弃，那后续会采取什么样的救济管道，我们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讨论。中央航空表示，感谢劳动部裁决委员会认同中央航空为着飞行的安全，佮有保护员工毋免伫工课所在防欺负的理念，嘛希望工会因为这件代志会当好好处理这个问题，莫互同款的代志搁再发生。另外，中央航空主张空服员违法罢工，提出民事求偿，达理3400万。工会提出劳动行为的裁决，结果认定中央打压工会，而且爱伫网站公告裁决书14天。对此，中央表示遗憾，嘛无法度认同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违法罢工的行为，会透过司法定诉来保障公司的权益。那我们也会呼吁这个航空公司说，因为他们后续可能还会继续提告跟上诉。那但是说，因为其实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双方是可以劳资不需要什么争议。裁决委员会认为，中央航空违反3个工会法，总共会当罚9万块。若是中央无伫网站公告，就会当继续来罚。记者综合报道。即摆600亿振兴经济特别预算立法院已经通过，经济部嘛开始办座谈会，昨是和资讯、通信科技这个产业会面，早起阁甲民生化工业者商谈，包含纺织业拓展会、涂料、油漆业者的工会，这个代表拢总有到地，证人拢讲经营真实歹，望政府伫咧资金甲法规各方面，拢得尽量阁斗出瓜力。经济部13早起召开第2遍产业座谈会，邀请国内民生化工的产业参加。经济部长沈明鼎也特别参加，听伫最近武汉肺炎疫情对产业造成多一寡冲击。封城、封箱什么这一类的呢，这些货要出货的话的困扰，所以现在呢，他们都用把它储存。那这个是石化业我目前掌握到业者最困扰的地方。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各行各业，彭德怀讲，伫最近国内纺织业虽然有来自对外转单，不过整体来讲，第1甲第2季受到疫情的影响，营收恐惊不乐观。第1季已经亏很多了，因为比方讲说，我们大的客户啊 ，Nike 啊、艾迪达，今年在大中华区的这个是第1季啊，就衰退得非常严重啊。另外，涂料工业同业工会讲，希望政府给因实际的纾困。因为最近的疫情已经严重影响涂料产业，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还是提供多一点，就是比较具体的纾困方案给我们资金的部分。之外，我们希望法规上面有一些也是希望能够做一些松绑，关税的部分。经济部甲企业对谈分做4遍，希望会当了解各大产业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强调除了资金的纾困、用资利率的优惠以外，也会予因行政协助。未来还有2遍的座谈会，将会加类似型服务险，还有金属机电业座谈。整理产业的意见了，会加行政级讨论，搁再予因实际的纾困措施，甚至无排除的提悬纾困有比金。记者综合报道。近来，台湾各行各业的起草受到拖累，金门这边观光旅行的产业影响也真重。县政府当着宣布要替业者渡难关，房屋税、使用牌照税拢有要减，甚至若是有旅馆、餐厅的业者营业规模已经较缩小，无咧当作生理用途迄几层楼，房屋税的算法也通去甲税务局申请降价，通好减寡压力。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到全台湾各行各业，尤其是金门靠观光来食青受到真大的影响。面对游客减真济，生意无好，金门县政府为着要帮助业者来渡过难关，提出减免房屋税、使用牌照税。金门县税务局表示，目前有22间登记合法的旅馆者，当年纳超过630万的房屋税是袂少的负担，所以纾困减免措施打开始就已经有8间业者提出申请。7层楼来讲，那现在客人减少了，可能只需要用到1楼跟2楼。那3楼以上，如果说停用的时候，本来是用营业用税率，现在改成用非住家非营业的税率1.5%。
税务局说明，饭店、旅馆，还佫有餐厅的业者，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营业的规模缩减无咧使用，会当以独占楼来做单位，申请部分的楼层暂停使用。也就是讲，楼层停用的这段期间，会当为原本营业用的税率3%，改做非客家非营业用的税率1.5%来扣房屋税，来减轻一半。另外，亲像是扣5、6税，嘛有减税的优待。它的经营规模缩小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根据它现有的规模，譬如说它是娃娃机的业者，它本来是10台，那现在变成5台的时候，我们就根据5台来查定课税。税务局表示，业者10个以前申请楼层变更，3月就会当改做扣1.5%的税率。另外，民众若是受到疫情的影响，爱隔离检疫，甚至是确诊，会当申请延期或者是分期来纳房屋税、地价税等等。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这边老牌老字号出名的六合夜市，因为人客愈来愈少，有的店头的生意是减有70%去。六合夜市的驻地管理委员会当着统计讲，有30间店面已经未堪得动，退租搬离开了。高雄市政府的经济发展局这边是讲，会甲中央争取唔通采用有消费者拍折的办法，就要直接分消费券，安尼效果才会较好。过去查客家真歹行，六合夜市啊，3月以来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人比较真少，排伫路中的桌啊、椅啊，店家嘛变大拍开，因为生意已经落5到7成。之前都做到10点、11点，现在可能8、9点就收了。哎呀，因为没人啊，之前说给干嘛蒙口还有人啊，现在摊商比游客还多啊。店家表示，除了大陆客早就减少，其他日本、韩国的游客嘛，因为疫情袂使来，专业市啊生意真惨。为了共同渡过难关，多数的厝头家已经紧急降租，包括厝租5万的降加3万，日租700块的单位降加500块。但专业市啊176个业者，也是有超过30间退租。夜市啊内底4个拢看会到店面要出租价卖下布条，降个5000啊，日租的就降个100-200块这样子，有降，可是有降也没有用啊，没人啊。进入差不多20%，差不多20以上退租的啦。因为生意拢做袂落啊，只有吼一工拢也做400-500块啊，做1000几块的啦。只有海产店有时啊暗时讲无开市的啦。夜市啊管委会强调，目前的状况比 SARS 期间更较惨，希望政府赶紧分消费券。他们希望不要是消费再折扣的方式，希望直接可以消费抵用，或是加入行动支付。市府表示，各地商圈拢表示有同款的困扰，将会向经济部争取协助。市府嘛推出纾困的贷款，申请的店家会使补贴利息1.5%。记者王家川广电全球报道。为了降低病院内底病情高、感染高摊开的风险，真侪县市拢已经宣布，一般得的病房探病拢得暂停禁止。今仔日彰化县政府开始规定讲，若毋是加护病房、安宁病房，佫得经过医师同意的病人者，普通患者的亲人佫再挡毋听，硬度要入去病院内底共探病，上重有要罚金15000块。要到病院探病的民众，除了爱滴喙炎、消毒双手，也佫必须要排队登记。彰化县府规定，为3月13号开始，除了加护病房、安宁病房等特殊探视的需求，而且要经过医师同意以外，到病院的一般病房拢做禁止探病。若是违反规定走入去，会以传染病防治法上悬会使裁罚15000块。民众拢支持安尼的规定。这当然是好的，因为毕竟就是非常时期，我觉得大家要共体时艰，没有必要你一定要在这个期间你非要来探病不可。所以我觉得政府提倡视讯很 OK。其实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扩散以后，部分的县市政府已经陆续禁止病院探病，但是彰化县更是率先提出法则，就惊讲有民众无要配合，硬要探病，互防疫出现破口，安会使减少医护人员、病患也有民众的交叉感染风险。其实医院它本来就是收治急重症的一个地方哈，那它的风险其实我们应该在事先做好一个完整的一个准备哈，所以我们才会在今天开始公告，希望探病的这个部分哈能够按照我们公告的这个4项作为哈来配合。彰化县卫生局表示，虽然禁止探病，但是嘛是开放每一个病患会使有一个陪病的亲友，但是需要采实名登记。禁止探病除了会使减少感染的风险，嘛会使减轻病院的防疫相关能力。卫生局嘛建议民众，若是真正有探病的需要，会使加利用视讯探病的方式。记者彰化综合报道。
运动界这边影响嘛真重。进前中华职业棒球联盟有宣布讲，本地按3月14开始，这季要举办的比赛会迁到3月28。啊，不过昨联盟搁再开会决议讲，球团球季开幕的日子会押后2礼拜，到4月10日才要举办。这也是过去11年有史以来中华职棒开始比赛日子上届晚的一摆。就算讲有做声应变小组提出防疫计划，啊，不过因为武汉肺炎大流行 ，NBA 有球员确诊，转来停止比赛。中华职棒12月决议，新的球季搁延后2礼拜。加上这个清明佳节是另外一个关键期啊，所以我们所有球团一致决议啊，我们的开幕赛要延后到4月11号预定。4月12日才开始拍，创中华职棒这几年以来上慢开始拍的纪录。到时阵敢是要开放观众入场，搁要看疫情的发展。无表示甲顶半季、下半季240场的例行赛拍了。假使讲6月份搁要来拍6场1，嘛搁爱拍奥运，该换做高1的球季。若是讲6场1搁要延，可能就要到年底才会当比了。吴志勇讲，像 NBA 这么大的组织，都因为武汉肺炎转来停止比赛，目前爱先做上摆的拍算。我看很难避免更严格的标准，因为中职是一个不是很大的联盟啊，任何一个主要的成员啊，球员或教练或什么，如果有确诊啊，其实这几乎每一个球员，其他队的球员都会接触到那时候可能就必须要做出这个整个停赛的决定。会继续要求队职员甲自主健康管理做好。中职决议，原本开放球迷入场的刮风热身赛，即马嘛取消入场。17开始的二军比赛嘛是同款，避免群组感染。棒球协会表示，最近的大专联赛嘛无开放观众入场。世界棒垒球总会是宣布，原本定伫咧22到26，美洲奥运资格赛是延期，讨论了后会过来公布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美国职业篮球联盟 NBA 有球员确定治病，联盟已经宣布无限期暂停比赛。但上新的消息是讲，这个治病球员同队的选手也有去画到。搁有美国的职业棒球嘛宣布讲延后开幕，职业冰球也已经停赛。搁有欧洲的骹球联盟嘛宣布讲有要开会，考虑看敢有要将目前的比赛拢总延期。自爵士明星中锋戈贝尔确诊，加入 NBA 第一日了后，伊队友后卫米切尔检测结果出来，证实是阳性，也是 NBA 第一例。隔离治疗中的戈贝尔为家己伫确诊进前，捌伫个赛后记者会告议乱摸麦克的行为会失礼。北美上受欢迎的年度竞赛之一 NCAA 篮球赛，原本的无观众赛事也全部取消。美国职棒宣布3月1日开幕将延后2礼拜，另外所有春训赛事也全部取消。职业冰球 NHL 美国甲加拿大拢停赛，全球棒坛职业巡回赛伫今年4月20日进行。世界各地无任何赛事 ，F1 以及风行式赛车，这1月未开始的澳洲大奖赛取消。职业高尔夫巡回赛 PGA 旗舰赛事球员锦标赛总金额1500万美金。日本上山英数第一轮领先，暗过第二轮开始，大会无要予观众入场。下个月赛事目前也是安尼规划。疫情对欧洲卡坛造成的影响也真大。英超乒乓球教头艾特塔检疫是阳性，乒乓球就把赛事延期。曼城后卫曼蒂、莱城3球员拢相关记录自我隔离当中。C罗所属的意甲尤文特斯全队球员111人全部隔离。4届法甲等各国的赛事，毋是延期，就是进行无观众比赛。欧洲卡大年度盛事欧洲冠军杯目前拍到16强，会举行视讯会议，要参详欧洲卡大相关赛事延赛1年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当然关心国内武汉肺炎的消息。新竹女中一个今年高3的同学辛迪，因为过年时带老母返去中国乌北找亲情，煞伫遐冻到这2天才坐到第2批包机倒转来到台湾。紧接4月，辛迪就会当返去学校继续上课，也会当赴到第2阶段大学入学的面试。今日伊的爸爸嘛特别写一封批，要感谢各界的帮赞。华航武汉包机10日顺利返来台湾，飞龙机场除了100外个台湾人，还佫有一个高中3年级的学生辛迪。过年含因妈妈返去乌北探亲，因为疫情的关系，2个人互留伫遐，险啊赶袂赴4月的大学面试。厝内的人赶紧请人斗3工，才顺利返来台湾。
因为在之前他其实还是在山上并没有解禁，所以他有跟我讲在山上就是有解禁1小时，可是又关了。所以我跟他讲说，相关重要的东西一定要打包，只要有风吹草动可以的话，先下山。顺利返来台湾了后，学校老师拢感觉真欢喜。甚至因爸爸嘛写一张感谢的批，伫内底特别感谢蔡英文总统甲相关单位的协助。可能也兴奋也感动，然后有相关的事情他也要配合，所以也都还没有好好休息。不过呢，就是回到台湾感觉真好。祝福他能够顺利的完成高三的学业，申请上他最理想的校系。学校表示，新地学测的成绩真有机会会当调第一志愿台大，好佳在即届关会府第2阶段的面试，返来台湾隔离检疫了后，上紧4月就会当返去学校。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台南市好尾寮公有市场遮嘛有对抗武汉肺炎的新政策哦。经过市政府补助，这搭已经有真侪大头加安一块透明的房仔，主动烂手飞来飞去，通互大头家含人客拢搁较安心。台南市59大公有市场内底，计共已经有116大主色的食食的大头，拢有设这款透明房仔。未来市政府还佫会继续宣导，鼓舞众人来支持这种做法。一透早民众无用到市场来买物件，嘛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烧，大部分的人是拢带着喙炎来买菜。而市场内面嘛有新的作为，真侪摊商为了防疫，是接受市府的补助来做实物的透明帮，互买卖的双方伫安全的环境当中来买卖。因为这样比较卫生啊，客人都满意度都蛮高的啊。人客大拢讲安尼会好接受安尼，因为就是吼，较袂喷口水。安尼都要有照掉，看起来比较卫生，然后又看起来就比较优质啊。为此，但市长黄伟天嘛特别到好尾寮零售市场巡视实地的状况，除了是肯定，嘛希望透过专门防疫工作，让民众会当安心到传统市场来买物件，降低对摊商心理的冲击。第一目的是这个有效在防疫期间能够有效的做好这个防疫的准备，减少感染的机会。第二个目的是提升传统市场的服务品质，让这个传统市场更这个交易更安全，然后环境更整洁。台南市经发局是表示，市府补助大约2500块，接近一半的经费，让摊商来做透明帮。目前全市有59个公有市场内面，已经有116个摊商是接受补助，未来嘛会扩大来宣导。另外，嘛会鼓励业者会当做真空的包装、栽培，互摊商伫疫情的期间减少损失。记者郑云南报道。同款来看台南的消息，农民种植的麦仔园，伫咧客家遮计共有超过150架栋，这是台湾第2块的麦仔产地。尤其去年东北雨水高，按起来麦仔的收成通加有1成。毋过农民还未收，赤鸟煞先来倒收。眼看袂酸的这鸟者，做一摆歇落去麦仔园，农民是喊头讲愈赶愈枵，鸟者会食愈济。只有是望民间团体来斗设法，毋通互因好年冬煞歹过日。麦仔园规片黄金金，景致真水。天伫咧电线的触鸟仔，目看甲用要流喙烂，规定冲入去麦仔园内底食一顿粗饱。触鸟仔食甲真欢喜，毋过农民看到是要哭无目屎。农民讲这鸟仔袂看哩，愈赶鸟仔愈枵，煞走去别区食愈济。愈枵弄，你愈弄伊愈枵枵无当紧。你甲弄飞去别区嘛是咱的园，吼，因为咱毋是干那单独种这区尔，所以讲伊若要食规位，就原来互伊规位啊食就好，莫甲弄愈枵弄伊愈枵枵，啊，就食愈多。台南客家的麦仔园超过150公顷，是全台湾第2大产区，主要种植冰河、三庆、光华佮新德里。去年暖冬阁无雨水，地需减产3成。今年寒天有落雨，产量按算会当加1成，毋过却吸引鸟仔来倒收。一位种50公顷麦仔的农民李三勇表示，目睭金金看鸟仔食，实在真无奈。行过甲弄了几千只，迄一工咧只的数量真正会惊人啊！麦仔就本身客家种，目前是我含伫主后种较侪啦。麦仔农李三勇表示，希望野鸟协会会当甲农民斗相共，看要安怎来防治鸟仔，保障农民辛苦要一冬的收成。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今仔日咱来讲鸟者、说鸟者。
看到讲鸟只伫咧田园内底飞来飞去，总是农民是百般的心情，百般的感慨。鸟只咧食咱的麦啊，咧食咱苦心种造这农作物，到底感想啥款？毋则过去伫农业时代，都有真侪关系鸟只的俗语，拢是咧讲世间事的变化。国将今日捡几句啊出来，甲咱观众朋友互相做参考。头一句，咱来讲孤鸟插人群。这句孤鸟插人群，我相信讲真侪老辈拢会晓讲，意思就是讲我孤单一个人，袂输敢若孤鸟共款，插入来恁即阵内底。咱比一个来讲，对南部来到北部拍拼，到四边厝边遮，我拢无熟悉，咱就听我讲。孤鸟插人群，是讲孤鸟插人群，若造成甲讲有一种团体的压力，你该当爱表明，该当爱争取的，你毋敢争取，你颠倒吞忍，颠倒委屈，安尼嘛毋好呢。安尼有当阵啊，会互议论，讲你吼该当为家己主张，你嘛毋敢发声。啊，这原来有一句甲鸟只有牵连的俗语哦。孤鸟插人群的人，你千万都毋通安怎样呢？毋通讲无一粒鸟啊打啦。咱有啥物话，咱勇敢讲。因为国情，咱解文说你进前捌讲过。咱台湾人咧讲鸡啊、鸟啊，有当阵啊，就是咧比拼，讲吼细汉的用鸡用鸟来想俗语来讲。毋则进前咱有讲过一句讲鸡啊长，鸟啊大。今日咱讲即句，咧讲人无胆，讲了有一种描写的表现，那亲像讲写互较分明咧。讲互较清楚咧，咱都会讲你无一粒鸟仔蛋，因为鸟仔就细只哩，咱毋则讲吼鸟仔蛋应该原来细粒，讲迄个无一粒鸟仔蛋。啊，所以讲咱有拄着代志，咱有拄着啥物款拄头，咱就爱勇敢出来争取，你毋通吞忍哦。尤其人若咧甲咱抹哦，若讲话咧甲咱枉屈冤枉的时阵，你就要勇敢出来辩解。啊，这有俗语无？若有俗语，原来甲鸟只佫有牵连的俗语，就是一句俗语咧讲。讲白灵丝飞去到胭脂巷也是白，我若穿白的，你毋通白白布要甲我染甲乌，我袂输敢若一只白灵丝。白灵丝咧规只拢白的，原来经过俗语，较早咱遮的祖先啊，才敖想，毋是敢若讲的伫田园飞尔呢。白灵丝竟然有一日会飞入去胭脂巷，当然，即句胭脂巷，照咱即马来理解，就是讲花街流行啦。啊，白灵丝飞入去到胭脂巷。免烦恼，人伊也是白，表示讲我着清清白白，你毋通讲我哦，毋通想办法要甲我枉困，安尼毋好。解文说理讲来到遮，咱继续来关心云林沿海的新闻。为着发展绿色发电的能源，政府当时真积极咧和企业界合作，尽量要推动少风的力量落去发电。啊，毋过有一寡云林沿海的民众就发觉讲，岸边有要设风力发电机的所在，离民室的厝实在伤过远近。日后枫叶啊，若绵连日落去放，低频率的噪音一定会影响生活。早起因就去到云林县议会申请，望讲中央政府就甲这方面的规定甲约束设计好，更较集中、更较完善呢。30几个住伫云林沿海居民真受起法抗议的口号。13早起，和民意代表做伙去云林县议会申请，沿海民众表示为着要杀绿能。有企业打算伫云林沿海设风力发电机，毋过民众烦恼讲，设个所在伤我民体，恐惊会影响到生活的品质。不管你250公尺，已经伫麦寮乡中溪啊遐有接近正近300公尺以上，已经互人造成迄款那个暗时困袂去的困扰。政府有关单位，我们也是你们的子民，我们的生命安全。也要受到你们政府的保护。地方议员表示，云林沿海包括麦寮、四湖、大溪、口湖等4个乡镇，目前有几若个发电机规划的所在，含面体只有几百公尺远，应该爱比照德国的规定，含面体挖1500公尺以上才会当设风力发电的设施。我们居住在沿海，已经是一个偏乡，资源都比较缺乏，我们的谋生就不易，已经很可怜了。拜托政府就不要为了推广绿能，我们支持，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子的而牺牲我们。至于说所设置的这个距离的部分的话，就目前的法规是没有相关的规定。那县府这边的话，会尊重副议长跟各位议员所提的这个意见，那我们会转送中央主管机关来参采是否能够订定相关的一个规范。
云林县政府建设处表示，业者提出的风力发电规划，一开始是县政府审查，才会转予能源局核发相关的准备许可。分管会依照规定办业者提出的申请，而且即卖会和经济部能源局协商上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这阵网络顶头有一支真情的影片，是一阵警察人员挑战完全无习惯伫咧跳舞的内容。原来这就是台中市警察局要搬新厝，局内的少年警察发挥创意的想法所翕出来的宣传影片。结果网络一个发布尔，一日内就有超过50万人点入来看。咱嘛做伙来见识一下。音乐走落，一阵警察冲出来，哪对咧唱，哪跳舞。这块警察跳舞的影片最近真清，因为内底这寡穿警察衫的演员，拢是正港的台中市少年警察。因对拍片到演出全部拢家己来，动用30外个人来宣传台中市警察局搬厝啊。国外已经流行一阵，只是我们想跳，但是不知道要有什么时机跳。那刚好这次新警局成立，那我们就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这支我们梦想的舞蹈完成。唔那只是跳舞尔，配合武汉肺炎的疫情，少年警察搁伫电梯内底设计一段提醒民众爱挂喙暗的宣导，因拍破警察严肃的形象，跳舞真古水搁活泼，连警犬拢伫影片内底插一脚。打起伫网络顶，才短短一天，就有超过50万人来看。让大家看到警察不一定在路上开单，也可以让就是可能高中以下的一些学生、学弟学妹知道说，哦，警察这条路并不是那么枯燥乏味。如果有 NG 的话，因为是一进到底，那所以就每次都要从头再来跑过。这块4分外钟的影片，网友拢真学到这寡少年警察的创意。参加的警察表示，影片翕工外，只要有人醒悟，就爱对头仔顶来。不过会当达到宣传的目的，民众嘛拢真支持，搁较忝嘛拢有价值。记者综报道。这站真侪民众较唔敢出门，你像讲博物馆去参加的人，原来有较少。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它就宣布要开放考古文物3D 立体资料库，互五路的人可以经过电脑还是手机啊，网络拍开就通去参观真侪台湾出土的古早文物。用电脑上网连去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的网页，即马加一项考古文化3D 资料库的服务。入去资料库会当为文化时代文物、遗址3个分类，一概看到300多件出土文物3D 立体的画面。手机也嘛同款，会当为无同款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宝人手形玉骨。可以在手机 App 下载一些资讯，然后也可以看到博物馆许多的那个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观众其实在家里或者在任何地方，他透过手机或者桌机，他都可以不管是观赏360度的角度来观赏文物，然后或是说这个台湾文化的这样一个台湾原住民文化跟世界南岛文化的这样一个内涵。史前馆统计，今嘛武汉肺炎疫情的期间，3月份参观的人数比去年同期落5成。博物馆为着要继续服务民众，今嘛开放考古文物3D 资料库线顶的导览，除了一般的民众会当使用以外，嘛取消去馆内户外教学的学生免烦恼伫防疫期间看无史前文物。我们的博物馆的同仁会到学校去，然后结合我们的教材、绘本，然后等等，然后会把博物馆带到学校里面。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史前馆内底租予文创商店甲餐饮部的生意嘛加真歹。史前馆表示，已经规划予店头上加敢若爱缴3成租金的纾困方案，协助业者来度过防疫期间收入变少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高雄旧名是打狗，古早屏东是阿狗。但屏东在地爱乡协会就发表一本绘本，这本册名叫做《穿越阿狗》。伫街区与会议之间，这本书是用手画图样配合文章甲具相片，带大家来重新熟悉阿狗城，认捌本地历史。屏东古早号做阿狗，日本时代改做屏东在地爱乡协会出版《穿越阿狗在街区与会议之间》，邀请陈姓风景十岛屏东自古到今地景变化，画图配合具相片，有岛文小概屏东。其实画这个我是希望说能让大家去认识屏东，所以我会用它屏东一些比较特殊的，比如说节庆
节庆或者是很热闹的那个，或者是有一些水岸的那种表现出来。希望去让他感觉到那种很古早屏东的古早味那种感觉安尼。这本绘本上趣味的是，大家会当摕这本册到现场甲旧相片比对，了解屏东200年来的历史变化，用另外一种角度发现屏东的时代行的脚印。实际上，屏东市的街区内，慢慢的走，可以欣赏到不同的风景，这是爱乡协会一直想做的。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来到屏东，然后发现不一样的历史地景跟文化故事。即卖屏东有旧街、新街、新起的老仔厝，也有胜利新村的日本厝，也通看见原住民甲汉人的生活面貌。屏东古早是阿高，邀请大家来屏东详细发现，了解发展经络记者综合报道。咱往来看台南后壁区的新东国小，近来有接受教育部补助，经过专家协助改造学生的餐厅。咱来看讲，充满北欧的风情，这款新设计过的空间，互老师甲学生拢真赞叹。咱嘛详细来看卖。看起来真通光、真舒适的环境，这竟然是国校的餐厅。伫台南后壁区的新东国小，争取教育部的计划改造校园。伫全国172间学校当中，受到评审的肯定，由专门的设计团队来打造出多功能的空间。改造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提案给台创，那台创为我们媒合设计师，由设计师团队他们提案。改造过的学生餐厅，卖出一间咖啡厅，茶座的长桌佮配圆形的椅仔，中央通道佮有方屋形的配餐台。中昼食饭会使把菜汤、汤放伫顶悬。现在换了个新餐厅，变得很干净整洁。觉得新餐厅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的墙壁又全部都做的比较明亮。新的餐厅唔但是予学生食到的空间，更是一个会当上实用教育课程、举办家长座谈会所在。校长林秋美表示，餐厅内底有一面早前的壁画。因感觉对推广实用教育真有帮助，所以特别甲保存落来。这边壁画根据我们的校友说，他们民国60几年在这里读书的时候，他就是在教室的后方。校方表示，希望以后会当踮这个所在进行课程，继续传承在地文化。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因为有方面经过台湾北部和东北部拢会落雨。中部、东部、东南部甲南部的山区，佮有金门、马祖，也有一寡角头会落短暂的阵雨。明仔载冷气团导南，北部和东北部天气反冷。下半部气温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19度甲24度。中部24度甲29度，南部25度甲31度，东部23度甲30度，金马平湖14度甲27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下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